立位耐力下降哈，对就站直了以后，对，这个站耐受力的能力下降。会开始这个，在这刚出来。哦，对，你看直向大家接挥手。这个长臂压力服，这个出来的，并没有用这个没有用椅盆儿，没用椅盆儿。哦，就状态很好。啊，状态特别好。现场很多啊，头发没长长吧？一看就是理过发了。对出仓的女女航天员。你看状态不错啊，状态不错。对。这180天的太空之旅真的很不容易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孤单，因为我们有习主席新年贺词的真情牵挂，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，还有工程总线的日夜陪伴。此刻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祖国的怀抱，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，所以给大家报个平安。同时呢，我也想跟我的女儿说，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。这个3辆1件1保车动作都很进行1件1保，还是留在现场。对，它就相当于1件1保的一个载体，在里边进行。